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2月2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找救主。牧师所在永安街的牧师馆附近呢，有一间金纸店啦吼。迄内底吼，满是即个金纸啦，还是纸糊的厝啦，纸糊的车啦，甚至有迄种做敢若真的迄种手机等等物件吼。这是一般宗教因所咧找救的，透过一的方式，想办法要互死去的人有钱通开，有物件通食，人讲制作吼，还是讲有车通开，等等这物件。因安尼追求，是因为因无明白生命真实的意义，而且因惊吓面对无通好知的即个将来。人到底爱追求什么物件？追求功德吗？为安尼家己会当努力来成圣吗？追求死后生活的富裕吗？还是讲事实上？因所咧追求拢是空虚的啦吼，好那亲像伫迄个火葬场中间，定听着一寡民间宗教信仰的人咧话讲，哦某某人啊，赶紧走火来啊吼。但是咱知影吼，这个死人听袂着啦吼。若阵因若会当听的时阵吼，会当倒的时阵吼，就哪可能倒伫遐呢吼？所以咱拢知影，这是一个虚假的物件吼。如果因若听会到啦吼，佫会走，就袂称做死人倒伫遐。世间人应该追求的是真神啦吼，毋是透过这个连载的术士啦所传，互人惊吓、无有意义的祭祀甲方法，就爱追求迄个生命的创始者。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安尼讲啦吼，恁这会追求正义、追求我上主的人啊，就听，就看迄块石盘，恁就是对遐拍出来；注意看迄块石屑，恁就是对遐挖出来；就注意看恁的祖先亚伯拉罕，看恁的老母撒拉。我选调伊的时阵，伊简单家己一个，毋久我赐福伊，互伊的子孙真济。上主要安慰耶路撒冷，安慰伊所有的风暴。我要互沙漠变成做亲像爱殿园，互风暴亲像上主的园。伫园内有欢喜快乐，有感谢而乐的歌声。保罗写互提摩太的批信的中间，提到着伊家己怎样用清洁的良心来敬拜上主，来找求上帝。保罗劝勉提摩太，记载伫这个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7节，伊安尼讲着。我感谢我甲列祖同款有清气的良心敬拜的上帝。我每日祈祷的时，少念你无煞。我想到离别的时，你在流目屎，就真爱见你。通互我充满欢喜。我会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。这个信心，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有年纪成有。我相信现在你嘛有，因为安尼我提醒你，我甲你还手的时，上帝互你的恩赐，就互伊亲像火搁倒起来。因为上帝互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灵，是快乐，是仁爱，是自在的这个心灵。咱着爱找求上帝啦吼，因为呢，咱只有伊会当享受咱的灵无惊吓，互咱充满快乐、疼心以及自在的能力。
也亲像诗篇的经文所讲的，咱真正帮咱是对上帝遐来，因为安尼咱只有找求上帝，这条路通去行，才会当蒙福。诗篇121篇，我举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叨位来？我的帮赞是对上主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伊袂互你滑倒，你的保护者袂拄眠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地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时月亮嘛袂害你。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款灾难，伊会保护你的性命。日出日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感谢主将救恩赏赐互阮，互阮会通有机会来找求主，领受更较大的祝福。恳求上帝伫阮困难的中间，会当来互阮来找求你，来靠主得胜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